替董事会下晡通过代替票价调整方案，董事会同意平均起26.8%，体拍是通勤的民众未受到影响。内政部讲有约谈30外个也当咧查几多间公关公司，讲是有伫咧协助台北中国的身份证，敢有违反着这两化人民关系条例等的清查。明仔载正月初9天公星，今日下晡民众无用款拜拜物件，这古仔饼和天公庙今仔日是拢无休困。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初5验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代替的董事会下晡通过掉这代替票价调整方案，董事会同意平均起26.8%，台北到高雄这自强号票价是对824块起到975块，若低度使用 T-Pass 的通勤民众是未受到影响。代替也会把这方案提报到交通部审议，最后送到行政院来核定。 30年无起价，火车票即要起价啊！初5下晡，代替董事会经过2点外钟讨论，最后决定以合理的利润0.36%计算，加上愈远愈减价优惠做法，董事会同意平均票价起伏来到26.8%，超过一年票箱收入应增加47.15亿。公共运输其实很多啊，大家如果觉得票价太高的话，他们就会搭其他的。我们也不希望企业赔钱嘛，对啊，我们。 其实多个1点钱，其实也对我们来说，其实不会影响到生计啊。新方案试算底度的台北到邦桥区间车票价由即阵的15起到22，我郡台北捷运同区间的票价25块，不过使用 T-Pass 的通勤族无受影响。台北到台中自强号券375起到501块，台北到花莲起价了后，我郡600块，北高自强号由824块调到975块，票价也是在1000以下。 那我们是就采用地缘地检的方案，程序上还要报到交通部交通费率委员会审完，在行政院才做最后核定，并没有调到一个能够让我们的票价是能够是处于合理，而且是能够来跟我们运输成本打平的话，只是让交通部对于台铁有票价调整需求有个交代而已。 代替产业工会认为讲，根据立法院核定的代替票价公式，合理投资的利润率是3%到5%，烦恼最终通过是以0.36%计算方案，对提升整体收益效果有限。工会也呼吁，除调整票价加资产开发，再增加收入的做法以外，嘛要思考提悬现场员甲台务，才法度甲人留掉咧，避免因为欠人而影响营运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 艺人大概是因为流感来死亡，造成民众惊吓。最近有人伫咧网络顶头乱假，讲这出国进前呢，就要准备一寡流感的专用药物。下晡台湾感染症医学会就召开记者会来警告民众，讲这药啊唔通乱囤，唔通乱食，才袂出现抗药性。另外，国内大家3钱去注疫苗，根据调查疾管署的统计，昨一日呢就注73000档的公费流感疫苗，目前国内敢若剩9万档尔。 民众沿台中市中西区卫生所外围在排队，人真是拖几50公尺，拢是要来注流感疫苗。要出国，用早快注啦吼。嘿，较保险。那台中、高雄一寡诊所嘛出现赶要注流感疫苗的人，早起较无8点多人来挂号。我刚刚打去大医院问，自费跟公费都没有了，下个月要去日本。 48岁艺人大 S 市议员最近去日本佚佗，因为得着流感来死亡，引起民众对着流感的惊讶。若赶要注流感疫苗，最近嘛乱糟糟，甚至网络流传有医生建议民众出国进前会当自费准备流感抗病毒的药物。对此，台湾感染症医学会初5下晡召开记者会，警告讲，民众千万唔通乱囤药、乱食药，因为一般人无法度辨别家己是毋是得着流感。若家己用药的人伤侪，病毒可能会有抗药性，而且若是囤药，可能会影响到需要用药的人。那如果今天大家都囤药的话，会排挤到真正需要用药的人，他会找不到药物可以用。另外，专家嘛建议政府应该参考欧美等先进国家。 采购有敢做这等加强型流感疫苗，假设65以上时代的公费疫苗，保护效果会较好。他打疫苗的人，打这些疫苗的人，他的心血管疾病的急性发作，包括心肌梗塞，包括急性心衰竭，它的比例都降低了。好，那至少我看了很多研究报告，至少都有30%以上。佐剂或是高剂量的一个流感的疫苗的一个效益评估，我们目前还是持续在做效益评估当中。疾管署强调，加做这高剂量等加强型流感疫苗，已经向医药品查验中心 CDE 提案。
协助分析成本效益。也若公费流感疫苗，随时住的人国在冲悬，全国一天住73万剂。目前敢若剩9万偌剂，自费流感疫苗是阁有40万剂。民众若需要，会当去问医疗院所。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这时呢，这寒流有减弱，温度有淡薄仔回温。不过，这礼拜五又过一阵今年寒天以来上强寒流等级的冷气团的到位，会影响到拜六礼拜北部、东北部地区是10个冷，那关山有机会会落雪。伫寒流减弱了，太平山园区内面的冰霜慢慢消融，不过伫树仔顶也是一寡残雪。真侪民众去山顶耍，自拜三日时开始，各地低渐回温。伫大台北早起，也阁看到日头，不过过头了，水汽会变多，会转做无稳定的天气。自拜五开始，强烈特热冷气团或者是寒流来，温度会一直降，中部以北低温会到8、9度。冷空气的影响之后，礼拜六的温度是很明显的下降许多。那预估在最冷的时间会在礼拜六到礼拜天这段时间，温度相对是比较寒冷，大家要做好保暖的工作。那拜四开始，北部、东北部也有东南部的山区，拢有短暂转好的天气。自拜五到拜六，雨区会变大，桃园以北、东北部加西半部的山区拢有雨，而且也有冷空气来，所以感觉是10个冷。一直到后礼拜日，北部、东北部的天气拢无稳定。离北部关山也有机会落雪。在北部地区来讲的话，应该也是在这个大概2500到3000公尺以上的话，山区才有可能有一点点飘雪的机会。专家讲，这边的冷空气将会达到寒流的顶级，自后礼拜开始，也无看到有冷空气落来的趋势。但是即马季节已经进入春天，所来天气系统变化真紧，民间族群也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要特别注意天气的变化。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南新营病院有一名这批假挂号的工作人员要求病人入急诊，也个诊断证明费用的时阵，说互对方乱码骗物件，报警察了后才解决问题。这名工作人员也指控讲，这护理长面对这款的暴力行为，敢若保护医术人员所无包含一般职员，甲这过程拢写伫网络顶头。病院要求讲，这文章就要拆掉。因而这名工作人员也已经提过啊。查甫人指柜台内底挂号行政人员规分钟进前，伊甚至摕底一半向内底拼，因为被对头急诊甲诊断证明书的钱，警会护理长警方陆续到场，代志才结束。暗过事后，行政人员控诉护理长告知医疗部的只保障医术人员。医疗法只保护医生、护理师、医师人员，没有保护我们行政人员。我的部分，如果说我真的觉得受伤害，我只能去提告。然后，但是他就一直劝慰说，为了这种人不值得啊。当事人本来想要扫扫起所发现，伊来检讨，将主要原因怪罪伫伊身躯，为证明自身受暴力威胁，向对方提告了后，伫并且发文，病院一直要求提掉。所有的伤害都减到最低，所以我们会希望他删文，但是我们绝对没有强迫他删文，是建议他删文。对，完全就是站在建议的立场，希望他删文。而方解说要求删文是建议无强迫，会搁强化同事的沟通技巧，也强调第一时间就向卫生局通报发生医疗暴力。只能回归到最原始的刑法。那刑法跟所谓的医疗法最大的差别就在于，这个非告诉乃论，警察可以主动介入调查。另外，以及相同事件在相同的刑责下，它会比原本的刑罚来得更加严重。后续的话，这个案子会到检察署去，那检察署等下判决回来的时候，我们还有后续的一些处理。台南市府回应专函已有检警承办，病院表示，依赖同事拢会予因充分的保障，这代志已经提过。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有一个查甫人，伊路卡入去捷运站，无坐车，就伫捷运站内面，和厝内面的人开讲1点钟。出站的时阵，互收40块，伊感觉是真无理，而且伊真不满就去理论，甚至是呛讲要去报警察。台北捷运表示讲，同一站上车会当点15分钟，若准违反规定，就要加收20块。路卡入站坐捷运真方便，不过台北捷运有一项站内条款，就连普通时伫那坐捷运的乘客拢无啥知影。竟然有民众因为伫咧站内时间点伤久，遭到天罚性扣款。新北市有一位女性，暗时路卡入去台北捷运的南山府中站了，无坐车，时间出来人伫咧开讲2点外钟，无想到讲出站时阵被加收费用总共40块。
伊感觉真无合理，找站务员理论，甚至讲要报警。15分钟时间应该是太长了，为什么他要在站里面15分钟呢？我觉得没有，应该是不要扣啦，但是1个小时我觉得应该要扣，比较对，因为有的人在这边聊天也会影响别人的安宁啊。原来台北政府有规定讲，伫同一个站内面不应停留超过15分钟，无同站是2点钟，那超过就要扣20块，而且是算便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一些民众利用进入捷运站，再搭乘这个捷运到其他站，但因为没有出站，就再返回同一个车站。在这种状况之下面，虽然有使用到我们捷运的这些讯送，可是呢，实际上却没有支付相当的对价，因此造成了不当得利。嘛是台北政府决定代替要站内限时的规定，规定旅客爱伫咧到你到的所在了10分钟内就要出站。那么将会依照复兴号至少的里程票价来收费，一人加收15块，所以提醒民众爱注意时间，才袂互人扣款。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今仔早起6点半，南环公路摩天路段有石仔放落来，要造成双向无道通行。另外，昨暗7点多，竹东122关道也大粒石头连落来，险险去击到这警察抑个民众。这两件事情，地方政府拢是认为讲，和这地动抑个落雨拢是有牵连的。我明仔在山道看到惊人的情形。大石头连落道面，发出真大声音，土山飞起来，碎石头会一直连落。在对民众的环境，马上滑头向面铁力，差点被弄伤，场面是真惊险。本件落石摊方所幸无人受伤，目前已清除完毕，并恢复通车。这是在初时暗时7点外，新竹县竹东镇122关道79公里的所在，向有石头连落。县政府初步判断，这所在是地质研究部分开风化，加上最近地震，这几天各路大雨，这个因素造成土石连落。刚刚我的车就在那边，然后这边看，然后我想说，录一下好了，没有录5秒钟。落石就整个就下来了。我也请新竹县政府能够去评估民隧道的一个延伸。这条路条条路石，当地民代建议沿湖替代道路，或者是起民望康风雨。不过县政府回应初步建议用行政，或者是暂缓这措施补强。安尼情形，南环公路也常常出现。南横公路155K 加200立园路段及161K 加100摩天路段。自春节连续假期以来，受地震因素及天候因素影响，不定期发生边坡落石情形。怪手礼拜2才连来石头，南环公路真侪路段，春节假期真侪摆开放各封路。初5早起6点半，摩天路段各路石，阻断双向道路通行。早起搁要落雨，高公局表示，西地山区道路可能风险会增加。东北季风还有风大的时候，也有可能发生落石。进入山区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说，前面是不是有石头还是掉落？山区车路条条石头连落，虽然环境真复杂，不过地动天气不稳定这因素，拢提悬土石松起的可能，在地山路都要较注意咧。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是正月初9天公生，今仔日下晡就真侪人去款拜天公的物件，因为这拜天公初9呢，主时开始拜，糕饼店和天公庙对初8开始呢，透暝拢无休困。寿桃红菇粿牵仔条排甲满满是，糕饼店也陆陆续续咧补货，甲奖品款互齐全，准备迎接这礼拜4正月初9传要拜天公来买的人客。对拜3下晡开始，都有民众来款物件，款甲一箱甜甜甜，准备要赴11点子时去拜拜。你买偌济物件？1990。啊，你买啥物款物件？迄个问因寿桃啦，面菇鉗啊，马死去。为着要祈求新的一年好运平安发财，现代拜天公的物件愈来愈多元，亲像有发财金、糕仔、求事业、步步高升等等。糕饼店也表示，拜天公古早咧上基本需要传的就是米菇、鉗仔条、还有红圆这3项物件。这是米菇，嘿，就是长寿的意思，长寿龟嘛。这个钱啊，福袋的钱，就是把那个钱带回去啊，你就是拜天公这样子啊。这个是圆满的意思。嘿，团圆圆满的意思。
有一寡民众伫拜三下晡就先来到松山奉天宫提早拜天公。松山奉天宫也表示，普通时拜拜上界大成拜的，就是天公祖玉皇大帝，这是对古早农业社会的传落来的，代表对天公祖的尊敬。天公祖就是伫咱台湾人心目中就是讲，你也拜拜的人拢知影讲，这就是新界上大的。庙方表示，过去农业社会较早的人拜天公上主要拢是追求规家伙仔平安顺遂，拜天公分做顶下道、顶道拜寿的，若有错的行李会放下道。对旧历正月初9子时，也就是拜三暗时11点，就会使开始拜天公。天公庙和附近的糕饼店对拜三开始透暝无休困。庙方也提醒民众拜天公这天爱讲好话，避免对天公祖无尊敬。记者中嘉义谢桂玲台北报道。元宵特别到啊，今年这新北市平溪天顶节2月初8日至2天举办，隆重有这交通管制的进行。新北市交通局表示讲，今年有安排100台天顶专车，计共有8条路线，好民众尽量利用这大众运输。当年元宵会有济民众来到新北的平溪放天顶。今年的新北平溪天顶节是伫咧2月初8，还有2月12这2推出哦。所以讲，伫咧新北市这边交通局为着要疏运旅客，原来是有准备天顶专车，要互民众。第一梯是伫平溪国中，第二梯是伫10分广场。为着避免车阵塞到规世界，所以有交通管制，也那专车路线当中有8条，像目沙动物园、瑞丰火车站等等，自早起9点开始就通坐车。新北交通局表示，今年拢总有安排100台天顶专车，建议民众给运用大众运输。是到了106线的部分，以及那个台2丙的基辅路段的部分的话，都进行交通管制。那管制的时段的部分的话，是上午10点到晚上的11点。一般的汽机车的部分的话，都是禁止进入的。那可能就是要请民众就是依照现场警察跟义交的指挥来做行事。其实去年平溪天顶节过以后，新北市府有甲在地团体合办竞选活动，甲吊在树啊、落在溪底的天顶扣好清气，拢总是变出超过160公斤的天顶甲粪扫。在地社区表示，毋若天顶节，事实上逐个月因拢通扣100多公斤的量起来。比如讲，挂咧树啊顶较悬的，还是山边吼，迄阿姨啊因无适合入去，迄就爱等。进山这个活动吼，大家招来去斗扣挂安尼。大概这步道5、6礼拜轮一摆嘛，迄扣拢100外。环保的天顶就是较袂造成用拄仔讲的吊咧树仔顶，还是咧那个河流里面安尼啊，对环境嘛较好。在地社区嘛指出，虽然有民间组织发明环保天顶，拢是怎做的，伫咧天顶就通完全烧掉。不过因为价钱比一般天顶贵1倍，加上和在地沟通做无够，价卖的店少，推行无介顺利。但是原来有民众表示，为着卖老本事互当地，要是会愿意加开一寡钱来买环保天顶，为环境尽一份心力。记者卢尚珠、郑俊佑新北报道。后礼拜3就是上元，也就是元宵。有专家提醒讲，这食元宵、食圆仔时阵，就要注意血糖哦，因为这物件拢是自备做的，若准有包压糖分高的食材，食几粒啊，血糖就规个升悬起来。国健署也建议民众就要管理血糖，才会当避免糖尿病。30岁以上民众也当领补助去做健康检查，定期管理家己的身体健康。一粒一粒白泡泡的元宵倒入去鼎底，准备要煮。后礼拜3就是旧历正月15元宵节，民众拢会食元宵。不过专家提醒，元宵不管是甜的，也是咸的，外皮的糯米内底包的鸭糖分拢真悬，建议一摆唔通食超过2粒，要无血糖可能会升悬。比如讲，咱在食的时阵，咱的迄个均衡饮食嘛，真正重要。毋是讲干那讲食这个元宵食到饱，最少比如讲，咱来做一个甜点来使用，咱量就袂食真济。而且咱平常时的，不管是你的青菜的量一定要有够啊，还是讲你的迄个蛋白质啊。国健署讲，管理血糖才通避免糖尿病。糖尿病是国人10大死因之一，台湾大约每8个人就有1个人有糖尿病。国健署有补助30岁以上的民众做健康检查，了解家己的慢性疾病风险，也通及时发现糖尿病这款初期症状无明显的慢性病。
那如果说有吸烟，还有饮酒过量、缺乏运动、高血压、高血脂，都是糖尿病的危险因子。那另外呢，其中如果有以下任何的2项因子，包含腰围过粗啦、血压偏高、空腹三酸甘油脂偏高、高密度胆固醇偏低，好，然后再加上血糖异常。那就代表已经有代谢症候群了，得到糖尿病的风险也将比一般人增加到6倍。郭建树建议民众为了避免糖尿病这款慢性病风险，除了食营养要平均，也要控制饮食，尽量少盐、少油、少糖、高纤维。另外，要惯习运动，建议每礼拜至少运动150分钟，维持身体健康。记者郭宝根、林玉凯台北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看这新闻，讲到美国总统川普和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昨伫咧白宫做伙开记者会，川表示讲准备要接管加沙地区，和巴勒斯坦的民众挺好伫加沙以外所在生活。不过，这巴勒斯坦驻联合国的特使就表示，应该要尊重巴勒斯坦的百姓选择回去故乡中建的愿望。因为这个消息一出来，沙烏地阿拉伯表示反对，約旦也講無排除要和以色列相接。美国总统川普和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在白宫针对加沙走廊停火的情景和结束战争这议题会面。纳坦雅胡嘛变做川普第2个任期都就任以来第1个访问白宫的外国领导人。The U.S. will take over the Gaza Strip, and we will do a job with it too. We'll own it. And be responsible for dismantling all of the dangerous unexploded bombs and other weapons on the site. I don't want to be cute, I don't want to be a wise guy, but the Riviera of the Middle East, this could be something that could be so bad, this could be so magnificent. 虽然讲中东有真侪个进程都已经讲完，但是川普嘛是建议讲加沙伫中建的期间，伫加沙以外的所在定安置巴勒斯坦人，而且用永固这个词。采访记者这个时阵，嘛翕到纳坦雅胡的喙尾翘起嚟，敢若在笑。If we can get a beautiful area to resettle people permanently in nice homes and where they can be happy and not be shot. Our homeland is our homeland. If part of it is destroyed, the Gaza Strip, the Palestinian people selected the choice to return to it. We should be respecting the selections and the wishes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伊讲川普阁签行政命令，宣布美国退出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而且停止向联合国禁当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提供资金。伊认为联合国必须要做较好。川普伫第1个任期的时阵，就捌以人权理事会对以色列有偏见，或法度有效保护人权做理由退出人权理事会。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美国对七夕开始甲中国商品加扣10%的关税，中国也伫咧七夕开始进行反制，外界也惊讲会变做是贸易战。美国总统川表示，无赶紧要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然而，同一天暗时呢，这美国邮政管理局宣布暂时停止接受对中国和香港寄来包裹。外界也拢伫咧要讲，这真有可能和这贸易战是有牵连的。美国对中国加扣10%的关税了后，和中国决定为7日开始对美国采取反制行动，会对美国进口的原油、农业机械、皮卡车，甚至是煤炭、液化天然气等等，加扣10%到15%的关税。另外，佮会对电子产品、军事装备、甲太阳能板等等相关25款真趁得看的金属产品实施出口管制措施。外界预测双方会透过电话会谈讨论一直升级的新的中美贸易战。不过，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无着急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Any update on when you would speak to President Xi? No, we'll speak to him at the appropriate time. I'm in no rush. 对于新的中美贸易战，美国上海居民烦恼对中国的中小企业影响真大，时间若久会引发中小企业员工收入减少，生活条件变坏，才会连锁反映中美关系嘛继续恶化。好的，因为它也不光针对中国，它对中国以外的刚才说加拿大、墨西哥等等，它的国际关系也会变差。所以我想最好是能够有没有办法，就是两边走一个合作共赢的路线。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反制措施真有限，会当看出中国想要甲川普做谈判，来避免全球两大经济体爆发全面的贸易战。中国嘛想要借此来拍开过去欧美对中国的技术甲贸易的限制。
Trump may still actually introduce more tariff to more countries, or some of them could be the traditional U.S. allies, then China may actually see this as an opportunity to divide the West, or basically the U.S. alliance, in terms of breaking some of the tech or trade blockades that it may face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美国邮政管理局 USPS 在加强中国关税同一天暗时嘛宣布，除了批甲特定的重量包装的定价收费报告以外，即时开始会暂停接收为中国甲香港寄来报告。外界理由这甲中国宣布反制措施有关系。公司新闻台董炳玉。瑞典成人教育中心测试发生枪案，包括着枪手在内，总共有11个人死亡。这犯罪动机阁需要调查。瑞典的首相就表示，这是瑞典有史以来上严重枪案，初步排除是恐怖攻击。在北欧的瑞典，正罕的发生枪击案，所以发生在斯德哥尔摩西边200公里的城市俄勒布鲁。随即中道，对这座成人教育中心造成严重死伤的枪击案，定价过来话。En kille bredvid mig, han fick skjuta här i axel. Så han blödde så mycket när jag tittade bakom mig, så det var 3 personer på golvet som svimmar och blöder. Men alla var chockade. Alla säger bara gå ut, gå ut.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引述警方的讲法，警方甲嫌犯有互相开枪，不过警方无讲枪手用什么武器。对于媒体报道凶手自杀，警方也无证实。并且要求大家在警方调查时阵，唔当要枪击案的过程，加凶手犯案的原因。Han är för polisen inte känd av oss sedan tidigare och har ingen koppling till något gäng. Utan vad vi tror är att det är en ensamagerande gärningsperson. I nuläget så känner vi oss tryggare med att fler attentat inte kommer att ske. 警方讲案发现场正乱，损害正严重，对外界正关心死伤的情形，所以对外放消息时阵正谨慎，因无法度提供确切的数字。不过，甲记者讲，死者内面包括枪手。这个成人教育中心专门收20岁以上成年的学生，提供因小学甲高中的课程，也有针对移民的瑞典语课程，有职业培训，而且也为身心障碍人士开课。在瑞典，教育单位机构的枪击暴力事件正罕见，这件代志定惊几个后明。布鲁塞尔官员对这件案件造成这么大规模的死伤表示正愤怒。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这个月初3呢，这罢免团体有19个国民党立委和新竹市长辜鸿安的罢免联署书。今仔日由团体送台北市中正万华区立委吴派益第一阶段的罢免书2678份，也讲罢免立委吴需要的罢免书呢，也会赶紧来送件。铲除柯星，罢免双吴。国民党青年团发起罢免台北市双吴的民进党立委，初五一透早8点半送到第一届罢免吴派益的提议书2678份到中选会。根据中选会统计，加起来已经收到1案的县市首长的罢免案，19案的国民党立委的罢免案，和1案的民进党立委的罢免案。像我们在联署摆摊的时候，地方民众其实都蛮支持我们罢免吴沛忆委员的。因为有一些民众，他们就直接说，在地方上其实根本都没有看到他来走跳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些民众，其实经过看到，其实还就是充满疑问，说吴沛忆是谁？我们等于是分批次的，就是以吴沛忆委员这边的文件，我们就先送。然后吴萧委员的话，我们目前还在造册中。面对民进党发起大罢免潮，国民党发动反制。团体嘛，预告讲，这礼拜就会送交立委吴思瑶的罢免案。看到哪力4家拢在战，民进党立法院党团的干事长吴思瑶嘛，亲上火线来回应。民众党是强调讲一定会参加。就罢免的串联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2个完全不同的方向。民团自动自发，这个是针对蓝营所提出来的罢免案。反观对于吴思瑶或吴沛忆等绿委所提出来的。背后都是国民党的势力不演了，用罢免的手段作为要参选选举者的起手式。民进党不适任的立委非常的多，所以台湾民众党
在这个一直在呼喊说，那么多的这个民众都反对大罢免，然后请这个赖清德要赶快踩刹车，他其实一直在踩油门。台湾民众党不会坐视不管，我们一定会有反制的动作。立委张启凯表示讲，收到真侪哪位传信息邀请伊来参加宣讲，佮伊讲刷落来，民众党嘛家己办活动，党籍立委嘛无排除讲会下乡做伙来反制绿营。公司新闻综合报道。目前北京进前就讲，台湾有20万人有摕中国身份证，而且台湾就这办身份证的据点引起讨论。内政部长刘世峰今日指出讲，这目前讲的数字有缺陷。经过调查了后，目前约谈30多人，而且有掌握到北中南有3间到5间的公关公司是有伫咧协助代办中国身份证，也等咧清查敢有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李东宪还有苏施恩，他们2个台湾人，中华民国国民，已经拿到了中共的身份证了。网红北上进前讲，台湾有20万人领中国身份证，而且伫台湾也有申办据点，引起讨论。伫经过调查了后，内政部长刘世峰指出，掌握北中南有3到5间公关公司协助代办中国身份证。我们发现到说，北中南都有所谓类似的公关公司。或是咨询顾问公司，在帮忙人家办，那我们再查，看他有没有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大概有3到5家左右。到底有偌济台湾人有中国身份证？刘世峰讲，网红数字有点含糊，目前约谈30人左右，而且一共3人被注销台湾户籍。台湾的户籍跟住在中国的户籍是互斥的，所谓的户籍是你的居住所在地，另外一个国籍的部分也是互斥，所以呢，这2个呢我们都会查哈。那有确定清楚的被取消户籍之后，他可能接着下来他在台湾的健保，或是台湾的这个国籍，或是他的旅行文件，我们就会分别通知外交部跟通知卫福部。刘世峰表示，民众若被发现有相同户籍，内政部会问要保存倒一个，原则是干来用一个，尤其是民事代表，若无伫期限内底回答，就照咱的法律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有业者受到中国指示，伫台湾设地下钱庄，专门锁定手头较暗的现役军人，利用这金钱来甲诱拐，摕军事机密来换钱。目前有3名空军的地勤军事官方吸收，这涉案的主嫌当日走路，检方也依照违反国家安全法、国家机密保护法等同罪，甲这业者的小妹，也有3个军事官起诉。有地下钱庄涉嫌吸收现役军人，渗透空军雷达站。桥仔头地检署负责侦办，掌握姓黄的查甫人收到一个叫做用过的中国查甫人指示，伫台湾开地下钱庄，伫网络顶细野放款的广告，调控上阵管要用钱的嫌疑军人。若是中意的价，再搁诱拐官兵交付机密资料，会当拄小领奖金。总共有3个空军地群的军事官方吸收，包括空军7连队弹上尉、2连队弹上士、雷达中队副上士，牵涉泄露汉光演习、定地部署等机密。那么少部分人因为利欲熏心背叛国家，这些行为啊是令国人不齿，也必须受到唾弃的。国军也会持衡的反情报教育跟速谍的专案清查。哪些人会出入不良场所，会接触到相关的诱惑？甚至于被掌握了小辫子，从此为中共所用哈，他们都有一套的模式。检方按2023年12月到2024年9月之间，借用3届41位的搜查行动，目前姓黄的主嫌在逃无到案。检方以违反国家安全法、国家机密保护法这同罪，起诉嫌犯的小妹各3个军事官。国军这几年定来发生中国间谍案，中国的部署真多。去年嘛透过公庙黑社会吸收现役军人。要求请军方提5000支翕导航的深圳影片，用机密文件换钱。军事专家分析讲，中国透过低成本的渗透行动，吸收欠钱的国军基层干部，除了探军情嘛，打击国军形象。他可以布很多网嘛，然后这边收集一点，那边收集一点，然后他回去再整合分析，这样一定也有相当的情报价值啊。那你刚刚说这个成本很低，的确啊，这个成本不会很高啊，几万块、几十万。我看上百万的都不太可能。李委员认为，国军政战人员应该要注意官兵的财务状况、生活习惯，敢有出入不良场所去当作目标。专家嘛呼吁要加强保护宣导，广播回应讲会加强反情报教育，缩减清查。记者综合报道。
咱的国防需要大家来支持。国防部核定海军陆战队第66旅调整计划，未来这指挥权呢会对陆军的陆军团交予参谋总部，也会以美国陆战队来进行转型，而且也会增加无人机部队。国防部公布初时几天，增设12台自卫强机、7台自卫强舰鸟台，一共出现3粒空飘气球，其中2粒飞过咱北部的空隙。面对强军不断的侵扰，这么团讲，咱国军逐步强化大台北中枢地區防務安全。伫这份協定，甲海軍陸戰隊66旅的作戰指揮權，由陸軍的陸軍團改制直屬有參謀本部，未來甲憲兵202指揮部共同擔任守衛首都中樞的戰略預備隊。之前就已经有这些快艇，它有尝试想要从淡水河口这边来去做一些突防，凸显的是今天我们在防御上面的话，可能必须要有一些调整。北部这一边，或许现在来看的话，会需要这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力量，它是快速反应部队。中共在这里有做一些快速突穿的状况了。伫这几年汉光演习，陆战66旅装甲部队拢有家己淡水河反登陆作战操演。2017年时阵，也拄则加一个步兵营移防到北投复兴港营区，并负责首都的防卫任务。66旅也进行组织的调整，由美军陆战队转型，拆铁战车营、炮兵营，甲 M60A3 战车、M109A2 自走炮移交予陆军。另外，规划精细无人机部队，也个航空飞弹连，也个部署车阵飞弹，来加紧快速加机动打击战力。导入无人机的配置，让它具有更高度的机动性，可以协同首都圈的宪兵部队进行防护作战，截断中共的这种斩首行动，或者是特种的突袭作业。听讲这是总统赖清德上任了第一遍要求国防部进行的兵力结构调整专案，不过对于相关的传闻，海军司令部表示暂时无回应。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英国因为这龙虎斑有病毒的问题，一直无法度外销日本。但是双方经过8年的谈判，伫科技检验报告的帮助之下，消除日本的记录。结果下晡头一批屏东市的龙虎斑有2.8吨正式装货柜销去日本，这代表未来台湾的龙虎斑袂阁再靠中国孤一个市场尔。准备了，我想用这样子的鞋哦。手举牌啊，大声喊口号。第一批要外销日本的屏东龙虎斑，总共2吨8，正式上货柜要送去日本。农业部表示，成功拍开日本市场，代表的唔那是加一个通路，嘛互台湾的龙虎斑唔免阁受到中国的牵制。因针对各国的食食习惯，定做无同款的产品，要互龙虎斑销去更加侪国家。我们不是产了这条鱼以后，然后到处用这条鱼去卖到哪边去？我们现在开始要什么？要客制化，要从需求导向的方式来客制化我们市场需求的一个鱼。要行高级路线，都爱付出更较侪努力。渔民讲，亲像这边日本爱的是龙虎斑的鱼排，规价是6斤以上的大鱼来加工，甲出口中国的比起来，爱加持1-2年。虽望成本增加，不过收益也是提升。过去台湾石斑拢是靠外销中国，即卖中国市场已经占无一半。当然，如果依赖单一市场的话，其实会蛮危险的。那当然是我们希望说可以开拓更多的市场，比较欧美，像欧美的话也是吃鱼排的部分。那我们也是慢慢的一直拿一些国际认证，还有就是像不同的检测、不同国家的要求，我们希望说可以进到不同的市场去。屏东县的龙虎斑产量占全国大约4成，当年有7000吨。头一批去日本的2吨8只是拄开始，因也期待后续会当开拓更较侪市场，将台湾的龙鱼产品销去世界各国。记者柯嘉如、柯昭阳，屏东采访报道。人讲一年会当换利息的头家，即马真侪人想要换新的头路。这人力银行的调查发现，讲伫咧开工前1天呢，人力银行网站的参观人数是这4年来新高，也发现讲袂少上上班族，甲这履历放上网站，准备要找头路啊。刚靠上班无用几工，过年了后开工，真侪上班族嘛计划要换头路。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过年后开工日的前1天，网站的浏览数是到250万人，创4天来新高。另外，阁增加24%的上班族，但履历表想要来找新头路。
我也准备要转职，因为小孩教育的问题，调薪啊，最基本，然后福利啊。人力银行分析，要找头路的人，看好景气是对顶悬行，就业市场的机会真多，其中佫以21到30岁上班族上多，上侪人选的换头路的方向是希望找到无共产业，但是共职务的工课。另外，统计今年1月有高达79.2万的工课放出来，年成长率是16%，其中餐饮、旅宿业都有8.5万的工课，这么多，医疗、不动产等等加起来，拢总有16万的工课。餐饮旅宿业的部分大概就占了1半左右，急需补足他们的人力缺口。另外，根据统计，今年13间金矿暗算对外招募超过3.8个新人，上侪亲像国泰金、中信金各7500个工课，各有富邦金有6700个。除了传统的金融专业的人才，金矿业各加眼光放伫数位科技专业，亲像分段技术、软体工程这技术，要抢科技人才。金融产业本身对人力的需求相对的也提高很多。AI 跟金融方面的这种搭配这方面的人力需求更准确。专家分析，伫 AI 的潮流之下，各家金矿嘛拍拼要对，年后企业人才拢想要顶当，双方嘛是要斟酌评估，才会当达成长久的合作。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是成功倒转来，或者是讲转来了后才成功咧？为了要鼓励少年人登到故乡发展，云林县政府受企业的关注，对3年前开始提供少年人创业补助金。今年这补助搁再增加，微型创业上济补助50万，也若专案型上济补助会当提到300万。甲云林在地生产的米加工包装，增加市场的销路。佮有拍铁啊做装塔，嘛会当在人设计真做文创艺术品。按照桌顶摆的每一卡手指，嘛会当透过 DIY 家己动手做出来。然后我们主要是 DIY 的银饰以及钻戒的定制。然后我们现在人次非常多，人流也非常多。然后我们在过年期间，建国一村有满市集，非常多的人都来逛市集。为了要鼓励少年人创业，云林县府3年前有企业关节约开办青年创业补助，提供户口伫咧云林县20岁到40岁人创业资金补助。今年佫增加甲微创型本地补助30万，有关到50万；专案型本地上悬200万，提悬到300万。不管是农业或者是烘焙类，或者是我们有做金属类的，那比较特殊的还有像我们有办抓周活动的，相关的一些青年，都参与我们相关的一个青创的一个补助的部分。为着要甲在地青年留力，县府提供创业补助金，会当用伫咧厂房、设备等等的投资，透过专人辅导甲课程的资源帮助，3年来顺利辅导37间青年业者创业，类型有农业、文化创意、运动休闲等等的无共领域，希望鼓励青年留伫咧家乡创业。公司新闻综合报道。过年期间，这台南安南区路边粪扫是归队，环保局稽查人员也赶紧来查证。根据着这环保局统计，高工过年年假总共受理238件တင်前，有开6张单。也讲日后会加强巡查，避免这款的代志搁再发生。踮遮南区某路段，路边互人蹲规排粪扫，看起来是乱糟糟。环保局稽查人员到场随一包一包拆开检查，因要找相关的证物来抓人。像这款情形最近定咧发生，但是环保局指出，主要因为伊到暝到星3无粪扫车服务，加上年前了后住户粪扫量嘛较济，地主袂少人着乌白蛋，拢总开6张罚单。高工年假期间，总共受理238件တင်前案件，总共各罚6件，其中空气污染环境法的部分有3件，违反着废气物清理法的部分总共有3件。就算春节结束啊，实际去安南区行一抓路边游玩有粪扫，店里长嘛反映，因为遮定拢有人无规矩乌白蛋，互因真困扰。里面吼，就看人啊等2地啊，就开始硬等，等啊规大堆安尼啦。落尾阮就分的，怎叫迄个环保来车安尼啊？里面嘛拢会来甲阮反映。反映安怎？就是比如讲，伊的粪扫拢乌白蛋啊，还是有一寡伊个家具，
乌白坑安尼。环保局表示，对这个年节期间定情案件来看，以臭味的污染物占上济，主要是民众乌白烧物件，过来是庙会放炮啊、产生噪音等。对此，环保局嘛伫第61线顶所在设智慧围墙，甲会随机刷所在监视器来监压废弃物污染的问题。环保局嘛呼吁，因会继续加强稽查，若是有抓到违规，会照废刑法上当罚到6000块。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即马是葱头大出的季节，这高雄林园的葱头，因为去年小连续做风台，这葱头栽啊死了，今年葱头的产量减少4成。像这拢歹耶，歹耶，这拢歹耶，还袂大。农民比着产地的葱头，带大家看今年的失收状况。那大细粒差真济，其中大部分的葱头拢因为去年小连续骨落的风台，也未大粒，拢已经烂伫咧田地。农民讲，林园的葱头拢是10月左右开始种，不过风台将栽啊拢扫了，若买无栽啊，和种作的面积剩一半，风台扫无去的嘛拢消长去。安尼产量安尼甲以往安尼差起来差偌济？差这啦，差有一半无？无一半连1分嘛，要食分要差正多啦。你大概逐年安尼啊，3区加起来当收偌？我本来爱食5区的，结果无栽啊，拢栽3区哪一阵？林园区公所表示，林园的葱头面积原本有101公顷，因为风台只剩65公顷。去年的产量有5500吨，预估今年可能剩3250吨左右，失收将近4成。有农民今年因为抢无栽啊，所以换布条啊。林园葱头也因为风台产期延后到过年了，才刷刷开始采收。原本应该正常采收期是当时啊？正常，差不多在过年前后。那个时候就开始慢慢采收。啊，今年为什么较慢啊？因为待种子发布起来嘛，然后再重新再用一次，也要等土地干了才能再工作。做些人看天食饭，农民讲这水葱头连本钱拢收袂回来，因敢若希望天公伯啊会当斗3工，互今年的气候会当较稳定咧，莫互农民食歹趁食。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高雄采访报道。新竹公园内面有一只叫做高宝的鹅，因为活泼袂惊青烟，民众拢真介意，也变做是公园内面的名称。不过最近有民众发现讲，这过年了后，高宝就失踪啊。市政府表示讲，目前是无接到通报，不过会加强巡视，提升公园的安全。古锥的模样受到大家欢迎，可以甲民众做伙运动。这只名号做鹅宝的鹅。原地拢生活伫新竹公园内，是公园内真得人疼的名称动物。不过民众过年后煞拢找无伊。很可惜啊，一只可爱的鹅，希望它赶快回来，对，不要变宠物了。它那个背上好像不大一样。很漂亮嘛，一只。对啊，后面我上次那时候过年前有看到就对了。对啊。当地里长讲，新竹公园过去就捌发生过动物失踪的代志。希望市府重视治安的问题，因为也有真侪民众会来散步，公园的安全真重要。初五的时候，都会有热心民众会喂它吃白吐司，就发现说奇怪，怎么好几天都没有看到，然后就打到里办公室这边，就是说请我帮忙协寻，希望说他们重视治安的问题。另外，灯坏掉，不管是线路还是什么问题，灯一定要亮。这个现在是动物，哪天如果是人的话，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市府目前暂无接获鹅保受虐失踪通报，后续市府将加强巡视与管理，以提升园区公共安全。市府指出，新竹公园算开放性的场域，内底动物大部分拢是民众来遮放饲，不过平常时拢有人负责清洁工作，未来会阁加强巡视，提升公园内的安全。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下礼拜特别开学咯，根据着家父基金会调查，有9成的家长烦恼这收入不够，无法度应付开销，尤其是囡仔学费。中华家父中心对30年前就开始伫咧元宵节进前举办高等的期末活动，替囡仔来装学费，希望这6岁囡仔会当安心读册。买灯笼做爱心。
渔港伫车路边换玲珑卖高仔灯，要替弱势学生装学柜。路过民众有人停落来做爱心，也有人是专工来买高仔灯做公益。我逐年拢会来这买啊，对啊，因为就是感觉你做善事，所以我逐年拢会叫，唔是我来买，就是阮兜的人会来买安尼。嘿，今年应该算第7年啊，希望讲阮今仔一个小小的帮助，会让讲咱家福中心的小朋友这小朋友会有一点仔温暖安尼。中华家福中心表示，因目前辅助1737个家庭，大约3000个弱势囡仔。后礼拜要开学啊，学费一直是弱势家庭真重的负担。中华家福为30年前开始伫上元暝举办高仔灯的义卖活动，替囡仔装学费。主办单位今年阁特别借一台牛车，彰显当年杀牛车卖高仔灯的画面。这个活动伫我38岁的时阵，到即马一直继续。每一年拢伫这个所在来卖着这个高仔灯。咱每一年元宵卖这个高仔灯，收入差不多300多万。最后来冲这个助学金，这个真重要。希望会用冲破300几万、400几万，对咱这囡仔读册更有帮助。今年的义卖活动为新历正月20开始，伫中华馆内计共有40个义卖据点，希望募到400万的助学金，目前募到50多万。主办单位表示，过一礼拜就是上元暝咯，希望民众同齐来买高仔灯做爱心，互弱势囡仔会当安心读册。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今仔日是台北国际册展的第2天，安排台东、台南5间国校的学生来到会场分享因为家己故乡创作的故事册。这学生也把这故事改编做戏剧，带观众朋友做回来欣赏。台南家乡国小的学生同齐唱《阿爸牵水牛》这首囡仔歌，扮演早期伫台南家里有糖厂5分车，同齐去甘蔗记忆。这个故事拢是国校师生家己记录、画图做家乡特色绘本。学生囡仔也因为这个机会，深入熟悉家己的故乡。阿嬷的生活就是以前大家拢会种甘蔗，然后上课爱坐5分车。透过这个演出，我了解家里乡的甘蔗。国校校长表示，参与儿童家乡故事绘本创作计划，互囡仔了解早期时代的生活记忆，阁有亲像台南咸水的小石狮、教堂，拢是在地的重要文化。很多家长拢会甲阮分享讲，原来咸水的发展是因为安尼来的，因为为的爸爸妈妈嘛无了解。我感觉讲，透过这个计划，互咱囡仔会当认同咱这个地方，咱讲爱去先去了解、认同、来亲近，对咱这个所在，以后嘛当发挥伊要保护这个社区，要甲这个社区发展起来的这个乡土的感情安尼。绘本创作计划是由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策划，目前已经执行16档。拜三伫台北国际册展现场分享台南、台东总共5间国校创作的家乡特色绘本。基金会也表示，希望透过计划鼓励国校的师生实际行达家乡，认捌家乡的人文、产业、地景，做伙甲充满特色的在地元素，用文字甲画笔记录落来。记者张家琪、谢桂玲台北报道。各位观众朋友，做回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2度到18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1度到2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2度到2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3度到21度；天后、金门、马祖对10度到18度。一个未来3天的气象。节目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